我从来没有说过高雄市政府要采石油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从来没有说过高雄市政府要采石油，我也没有说过高雄市政府要卖酱油。我觉得太平岛挖石油这件事情已经黑我黑了1年多了。在1年多前，我了解到高雄负债3000多亿的时候，所有的负债我们想开源节流，那个时候想到太平岛属于高雄市旗津区的中心里，所以我讲了几个前提：第一，有没有石油？这里面有没有石油？中国石油公司已经分了2次，民国100年、102年去探勘。如果没有石油，中国石油公司为什么要去探勘？第二，有没有国际投资客愿意来投资？第三，行政院有没有这个决心要开发这个石油？第四，周边所有的国家跟地区能不能有个共识，大家都能认同台湾准备开采这个石油？这几个前提都讲完之后，才补了一句话，就是这个太平岛既然属于高雄，那么高雄财政非常困难。如果真的要开采石油，拜托，尽可能让高雄能分一杯羹，因为我们高雄主管太平岛，就是如此。我从来没有说过高雄市政府要采石油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从来没有说过高雄市政府要采石油，我也没有说过高雄市政府要卖酱油。现在这些人要黑，一直黑，一直黑，说为什么预算书不编采石油预算？也就是民进党这些议员，为了攻击这个，不停抹黑扭曲这个事实，说高雄市政府，我当市长就要去开采石油，天天在黑我，所以我特别要请各位朋友能够了解，现在要了解，就是这种状态，我并没有写在我的政见里面，所以他们现在持续在讲，然后在网络上不停的抹黑、扭曲、攻击，好像把韩国瑜想成一个傻瓜一样。我想这个每一个逻辑都清清楚楚。跟石化业有关的，你一直都说我是天马行空，完全是在胡说八道。太平岛开石油，我一并既然讲到石化业，我就把我这个政见一直被误会为天马行空，我一并解释一下。所谓太平岛开石油，并不是在太平岛岛上开，是在这个海域开。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澄清呢？因为我被误会了将近半年。当初为什么会被误会？是因为我每天在思考，如果当了高雄市市长，这笔债要怎么还？我想想看，既然太平岛是隶属高雄市旗津区的中心里，我们把它抛出来这个议题，如果有朝一日太平岛要开了石油，千万不要忘记高雄市政府一定要分一杯羹。据说原来黑韩、黑科等等的产业链，一个可以在网络上卖5300元一个账号。市长，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怎么看这个产业链呢？黑韩产业链是我自己讲出来发明的这个名词，因为我感觉整个1450在黑韩的时候是有计划、有步骤的、有方法的，而且是飞扑而上，完全是打群架的方式。一股脑的铺天盖地的在黑，所以现在网络上发现黑韩国瑜、黑柯文哲一个账号可以卖到5300块，我一点都不压抑。台湾民主史上，尤其是总统大选这20-30年来，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肮脏的选举，从来没有过。我们动不动就说台湾民主非常的骄傲，非常的自豪，现在已经黑韩国瑜黑到这种程度，连账号都有公定的价格可以买卖。然后这些躲在键盘后面，不停的丑化、抹黑、扭曲。未来，不管是柯 P 市长跟我相信采取法律行动是必要的。另外，你要劝这些黑韩的人，不要赚这点钱，何苦如此？你自己呢，昧着良心在做，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。另外呢，也希望台湾人民呢能够眼睛雪亮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主能够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进步。我们不要走回头路。其实前不久的一个受害者，大家都知道是谁嘛？赖清德嘛，他就活活被网军打垮掉了嘛。我们难道要这种事情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上演吗？所以。
所以我觉得黑韩产业链，请全国民众睁大眼睛看。